今日係2026年4月13日，星期一。今日奇聞快遞咧，就想同大家分享下姜濤車禍呢單嘢啦。咁啊，姜濤車禍票控不小心駕駛罪，輕判1000元。庭上咧揭意外原因，令因衝紅燈同埋未掛 P 牌咧而罰款嘅。咁啊，呢單嘢係點樣呢？話說咧，案情指事件咧係2025年11月28號凌晨4時14分啊。姜濤咧就喺堅道嘅西行咧駕駛私家車，當駛至堅道48號對出嘅時候咧，因未能咧妥善控制車輛咧，咁啊炒咗埋去護欄嗰度，咁啊意外造成車輛同埋護欄損毀啦。幸好咧就冇人傷亡。咁啊姜濤咧就喺意外後咧向警員解釋，事發咧佢正向後座伸手攞翻頂帽，期間咧車輛仍然係喐緊嘅，所以咧就失控。咁啊據悉咧姜濤當時拒絕作出任何警戒口供。咁啊，後來咧就代表姜濤嘅大律師咧就求情啦，話姜濤咧對此咧深感後悔，並承諾以此為鑑，未來咧更加會專注同埋警惕駕駛嘅。咁啊，裁判官咧就張志偉就接納解釋，考慮到咧事件咧係一時失誤啊，而且咧唔涉及其他嘅傷者啦，最終判咧罪名成立，判咧罰款1000蚊啫。咁啊，據了解咧，原本咧姜濤係判3項控罪嘅，其餘2項控罪咧已經透過書面方式咧去到處理啦。咁啊，另外咧亦都係分別票控咗2個罪名喎，就係沒有遵照交通燈指示，同埋咧冇掛 P 牌上架車嗰度咧而認罪嘅。咁啊，各罰款600蚊，即係咧而家最後咧就除咗呢個1000蚊之外咧，再加1200蚊嘅。咁即係2單嘢都要罰嘅。姜濤承認咧有犯罪，而且有悔意。咁啊，裁判官咧認為咧你節省咗法庭嘅時間，而且咧就係因為咧冇人受傷啊，姜濤自行報警交代嘅，全力配合調查。咁啊，法官咧就讚佢有誠意，所以咧呢件事咧就咁樣判啦。咁咧就有好多人咧就話咧姜濤呢一單嘢咧就判得輕嘅。咁究竟輕唔輕咧？我就唔夠膽評論啦，因為呢啲係法官所判嘅，我就唔會落任何嘅意見嘅。咁啊，跟住呢單新聞咧，就好多人就評論啦，即係例如咧就話交翻嗰個牌出嚟啦，唔好再即係駕駛啦。有啲人話 P 牌未甩出事，唔通要考個車牌咁樣？咁啊跟住咧有啲人就話判得輕啦。咁啊，有啲人就話呢個啦，冇掛 P 牌，罰得咁輕咁樣。咁啊，1年牌咧就已經撞車啦，幾時揸過晒？奉勸咧你都係搭車算數啦，無謂做馬路炸彈。1000蚊條欄唔使賠償咩？咁啊，不過咧其實究竟佢輕唔輕咧？咁啊，可以睇翻最近呢一單啦。P 牌嘅總督察咧就睇錯燈，就重創女途人喎。咁啊，跟住最後咧獲助理處長求情之後咧，只係判社會服務令咧，咁啊佢喊嘅。咁啊嗰單新聞係點樣咧？叫個男督察剛考車牌3個月，持 P 牌咧就駛騎私家車，就回家時咧聲稱喺度諗緊案件，以為係行人過路燈嗰個綠燈，就以為係車嗰個綠燈。咁啊，然後咧從而咧撞上的士，並輾轉咧唔小心就撞到一名在等巴士嘅女途人。女途人咧門牙飛脫，下身亦重創同埋截肢，需要咧出現長短腳。咁啊，總督察堅稱自己不小心，經審訊後咧
被裁定駕駛咧引致他人咧身體嚴重受傷罪成嘅。咁啊，跟住之後咧就求情咧就要求咧就判緩刑。咁啊，後來助理處長咧都求輕判嘅。法官咧就最後咧就判咗呢個人咧，呢個警察咧就判社會服務令啫。咁啊，案件咧喺暫委法官啊，呢個黃國輝啦接受被告有極大悔意，認為咧判處社會服務令係恰當嘅，判被告咧定最高嘅社會服務令咧為240小時，停牌2年，同埋咧要參加呢個嘅駕駛改進課程啊。聞判後啊，被告聞判後咧就喊嘅。嗱，咁啊，即係要睇個官點樣判啊，究竟輕唔輕？咁啊，可能個官覺得佢有誠意啦，正如啱啱督察嗰個例子一樣啦。其實咧會點樣判咧？嗱，我已經揾到相關嘅法例話俾大家聽嘅。嗱，P 牌啊，呢個網頁講嘅，正式上路前咧必須要遵守呢個各項交通規則嗰啲嘢啦。如不小心犯罪，可能會扣分嘅，更有機會延長呢個嘅暫准駕駛執照，即係 P 牌啦，甚至其實會取消嘅。咁啊，嗱呢度講嘅，如果 P 牌司機咧觸犯一次輕微嘅交通條例嘅話咧，會被記3分或者5分。一經定罪咧，就會延長你個 P 牌6個月嘅，係啦。咁啊 ，P 牌咧要遵守以外額外嘅行車規則嘅。如屬輕微咧，會記分個嗱，就係乜嘢咧？未展示 P 牌，即係阿姜濤嗰個例子啦。佢話未穩固將個 P 牌黐喺個車嗰度啊嘛，以超過每小時嘅70公里啊，即係超過70咧，就已經都係犯法噶啦。設有3條或以上嘅行車嘅快速公路上咧，於最右手邊咧行駛，犯法嘅，即係你行快線意思。接載乘客啊，適用於咧電單車嘅呢個就講係啦。如果 P 牌觸犯一次嚴重嘅道路事故嘅話咧，會被記10分，或者咧觸犯2次以上嘅輕微嘅道路規則咧，一經定罪咧就會P 牌就會即刻取消噶啦。咁如果2年內咧記滿15分以上啊，法庭咧就會寄傳票咧去到運輸署嘅登記地址，即係你登記個地址嗰度咧，你有機會咧就會取消駕駛嘅資格，並咧首次定罪嘅話咧可停牌3個月，如果再犯咧會停牌6個月嘅。好啦，今日時間差唔多，多謝大家收聽呢個節目。如果你喜歡嘅話咧，記得 subscribe 啦、點讚啦，同埋分享或者留言對你對呢件事嘅睇法。好，下次見，拜拜。